分开食还是做伙食？牛排店要分开食，还是要做伙食？啊，是的。哎呦，是啥嘞？来，第三个题是烘箱烘箱。用烘的。哦，牛排店分开食还是做伙食？烘箱。哎呦，是什么物件？有无？那有就起苗记来过来。来来，我的酥皮浓汤，哦，啊，台语叫离婚会使。酥皮浓汤，酥皮浓汤，酥皮什么？大声讲我老师听。浓汤，你给我讲一解。酥皮浓汤，要互你对啊啦。是香西头的香西头的碗，我迄个碗安尼边有两个西啊头。哇，你去看，食迄毋是拢看到？对啊，白色的碗，嘿，啊，几个就是西头，嘿，啊，刷落去就是饼饼。会看要汤顶管。对，我拄啊讲的呢，是。哦，哇，真厉害哦！你倒位看到哈？我原本是想讲意大利面，哦，但是看到红香烘烘箱就是爱烘的物爱件。烘爱烘的。哦，无唔对，就是安尼啦。吼，这个游戏就是安尼佚佗的啦。